来消息咱来看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伊进前赛车经过新北市的邦桥发生车祸，伊指控警察讲，毋但无做周测，嘛无做笔录，嘛无开交通事故的3连单，应该是有明代关系，警察才按哦。也毋过海山分局是表示讲，这个张先生赛车伫路面劈来劈去，又搁向打洞啊，这是一件行车纠纷，牵涉到刑法罪，所以袂当以交通事故来处理。黑色桥啊，拍方向灯切内线去后壁驾驶骑喇叭，甲人骑线搁继续驶，到路口时阵向动起来，致使后壁的车甲弄起来。黑色桥啊的驾驶张先生伊随来报案，伊指控讲警方爱因私底下和解，亲像有假案的嫌疑。我是变换车道。被这辆车撞的，我不是停下来被他撞的，我只是很单纯，我只是要事故单，就是有理险，就是保险理赔这样子而已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邦桥冠民大道顶悬，细节咧真正力，水箱嘛破去。张先生咧讲，警方毋但无周测、无笔录，嘛无开事故的3连单，甚至搁去互对方恐吓，想要提告嘛无要插，怀疑讲这甲这个有关系。伫个10号玻璃头前有议员服务处的相关证件，虽然议员无伫个车内，不过张先生要伊讲有面带来施压，才互警方唔敢办。属故意行为之行车纠纷，与内政部警政署函释定义交通事故必须出于过失之要件不符，原认定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责，不能以交通事故处理了事。警方回应讲，专案双方无酒味嘛无红面。依法毋免酒测，张先生以超工抓刑，向动车致死事故，双方这算是行车纠纷，牵涉到刑法公共危险罪，袂当干那用交通事故来处理。毋过赛后几下便请伊到案来说明，伊拢无出面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甚至还阁亲像找人来点样，就算讲张先生背回讲，这是伊找家属来关心，决定到互人告恐吓，也若这个提告的代志，警方是讲到目前为止还无接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